好，品质。好，大家好吼，我是品质欢迎大家来参加咱1月29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的活动。咱即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就是用台湾话来讲各种的主题，有咱北美洲美国加拿大啦、欧洲、台湾，全世界关心台湾文化的朋友，逐礼拜六同齐伫空中连线。讲一寡，比如讲教育啦、科技啦、艺术啦、文学啊等等的问题。今仔日咱即回台湾文学欣赏会时间，要来讲戏剧嘛是即个真特别的主题。真欢喜邀请到咱台中教育大学的台语系何信涵教授来主持，阁有咱阮剧团王兆谦王团长来甲大家开讲，节目真精彩。咱即马就甲时间交互信涵老师来甲咱介绍一下。感谢品质的绍介啦，即个真欢喜。其实对我个人来讲咱大家大部分的迄个拢是参加拢是老朋友啦，有一寡第一届来参加的即个。我先讲一下即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啦，即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其实就是台文通信线顶读者联谊会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嘛，咱的理念咧就是要靠用台语讲万米啦，就是讲台语会当进入现代社会，会当连接传统，所以就是等于讲什么面上的物件拢会当用台语来讲安尼啦，即个发起人是迄个。就是即个会议的论坛的主要发起人啦，洛杉矶的即个陈良光先生啦，陈良光兄，你甲大家会手一下，嘛是其他一个对谈人啦，另外迄个啥，迄个加拿大迄个 Toronto 的迄个吴医师啦，陈瑞兄，迄个原名是吴医师嘛，是大名鼎鼎啦，搁迄个共款伫 Toronto 的秀班姐啊，秀班姐啊，咱今仔日特别大届会议拢有一个特别来宾啦，咱今仔日的主讲者就是诚做主讲者，咱今仔日的主讲者是即个阮剧团啦，就是嘉义啊，就是真出名啦，真出名的即个阮剧团团长王兆谦王团长来，迄个兆谦兄，甲大家。大家好，对等下节目真精彩啦，咱大概流程是安尼，流程是安尼，咱会先请王团长啦，兆谦兄先讲差不多40分钟，先小解一下即个阮剧团最近即几年咧做诶代志，搁来会请即个吴医师和梁光兄恁两位来对谈安尼，最后咱会开放时间互观众朋友。做伙加入讨论，就是恁若有啥物问题最后咱会有时间大家讨论安尼，其实拄拄我有看到迄个如凯兄嘛伫线顶嘛，如凯兄，你即马有要甲大家招呼一下无？好，无要紧，你可能暂时拄好有小可讲。好，如凯兄啦阮头拄才开一个会尔啦打开线尔啥物会咧就是阮即摆有帮迄个全国的各中老师办一个演习营啦要辅导因考过现在的台语认证考试的中高级安尼即个营队有2000外人啦2000外各中拢是各中迄在职的老师所以未来遮个人就是会伫每一间国中，因为全国有900外间国中来教台语安尼啦。但是教台语要教啥物？到国中、高中，我想戏剧应该嘛是一个真会当发挥的主题安尼啦就是用戏剧的方式，国中生、高中生来练习即个台语嘛来学台语用，尤其是戏剧伊是真生活化的物件。我逐摆看戏剧拢感觉真感动啦，有真侪互我感动的戏剧，因为伊反映的毋是一个故事尔，伊其实即个故事背后，戏剧的背后，伊反映的是人生的问题啦，就是讲人甲人相处的问题，就迄届我去看阮剧团演迄个嫁妆一牛车，我嘛感觉足感动的啦，都看小说是一回事，但是小说佮变成戏剧，迄佫是另外一回事安尼其实。
所以吼，我感觉未来戏剧即块伫各中高中诶学生内底，应该是一个真有发挥诶空间啦吼。啊，看咱未来安怎来发展安尼吼，安怎来发展。啊，另外咧吼，迄个语音诶问题，其实嘛是戏剧内底真侪人咧讨论诶啦吼。像讲吼，早前廖水明教授还伫咧时，就是台语界有一个廖水明教授嘛吼，伊之前甲我做伙伫中山医，阮足好诶。啊吼，伊即摆过身嘛，阮定定咧讨论啊，伊嘛对戏剧剧场足有研究诶嘛，从事过相关诶工课吼。啊，伊就定定咧讲啦，讲哦，迄个戏剧内底吼，一家伙一口罩啦吼，阿爸吼是一个腔啦，阿母是一个腔啦，啊三个囡仔吼三种无共腔啦，你敢有成一家伙啊，对吧？所以戏剧内底语言使用，但是早前拢无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嘛，吼啊，但是这几年啦吼，其实伊随着台语即个愈来愈兴，大家慢慢啊注意到台语这个问题。像我若台语流行歌，就是倒音的问题，啊戏剧内底迄种口音的问题、腔口的问题，其实嘛愈来愈侪，啊，佫有语序的问题，就是你明明背景是50年代的台湾，但是安怎会有即摆少年囡仔的惯用语出现伫迄个时代的语言内底，对吧？迄拢会去用掠包，所以即摆台湾迄个剧场界对即个语言的部分愈来愈要义啊。哦，啊，语言本身嘛是一个足适合摕来推广台语的一个方法啦。哦，尤其是啊，吼，今仔咱请阮剧团啊，阮剧团大概即几年伫台语的剧场内面啊，吼是上称的啦，吼上称的。我定下伫文化部开会时啊，吼，因拢讲哦，阮逐年拢需要拜托迄个阮剧团吼，甲因合作足侪工课安尼啦，吼足侪工课安尼，所以因即摆是上时行。所以吼，等下咱就会来听迄个赵谦兄啦，吼，即个王团长来分享。啊，其实啊吼，因嘛做足侪，咱讲啊吼，世界台湾文化论坛诶，即个精神嘛，吼，咱就是要串联海内外，甲台语拍出去，毋是讲甲咱华语才会当行向世界嘛，台语共款会当行向世界嘛，吼。所以吼，即个阮剧团吼，即几年做真侪外国足有名，像 Shakespeare 吼，莎士比亚的剧团啦，吼，也是迄个。什么华语叫做什么博切丘啦，吼，十日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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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个十日谈，迄个物件的翻译啊，吼，啊，足出名，而且吼，因佫受到邀请去英国迄个 Shakespeare 迄生日的时去用台语演 Shakespeare。我定下摕这个例甲学生讲，我讲啊吼，你若用华语、用英语去演迄个 Shakespeare 吼，演迄个作品啊吼。全世界人袂邀请你啦，因为吼全世界大家拢会晓，对无？啊，英国人啊吼，伊家己用英语去演伊的戏剧，想要请你台湾人去英国用英语来演话剧，对无？是毋是安尼？但是因为咱会用台语来演安尼，吼，啊若台语啊吼，就干那咱会晓，对无？吼，这就是台湾文化的特色安尼，吼，所以我感觉阮剧团吼，即几年做足侪工课，哦啊，因对大个到细，咱等下就来听王团长。一一来小解啦，吼，所以咱即摆先把时间交互赵谦兄王团长来，请。好，多谢信涵老师的开场吼，啊，各位各位大先辈啊，各位老师，大家暗安哦，大家早安哦，时间有诶所在无共吼，大家好，大家新年恭喜哦，我是赵谦啊，真欢喜嘛，有真荣幸有这个机会参大家分享吼。应该是讲阮剧团这个小小的一个剧团，伫咧家己吼，伫咧这个小小的所在，伫咧做的一寡代志。所以今日我拄则信汉老师的开场嘛，讲到真好啦。大概我会甲大家分享，就是讲伫咧19年前啊，像那一群少年囡仔伫咧家己的故乡来开始要来舞一个剧团。啊，今仔趁这个机会甲参各位先辈然后来报告，阮遮咧做一个故事吼。啊，稍等者，我开一个 PowerPoint。稍等一下啊，嘿，好，好，安尼敢有看到？有啦吼 ，OK，好，好，大家好，因为我感觉我这个人吼，算讲是介趣味、介特别一人吼，因为定定去参加一寡演讲啊吼，因为我算有时阵比管文化界啊是真侪个，我算一个少杂食的人啦吼，啊所以
咧真侪分享的过程当中，可能你讲是较少年的创业者，还是啥物诶，真罕咧有人是咧舞台剧诶吼。我本身是一个舞台剧诶导演啊。我创即个团的时阵吼，我才18岁，我当考调台北艺术大学，我要升大一的迄个暑假舞即个团。迄个时阵吼，可能一个什物戏剧课拢毋捌上过，啊，就戆一个戆胆，就甲即个团舞起来。我阁真趣味，就是阮团的吼，登记立案的迄个证书吼，顶头是00001号吼，代表阮是嘉义县第一个立案的现代剧团。吼，即个剧团伫咧嘉义吼，咱台湾，你嘉义市你当讲是人口统少的3个县市头前啦吼，人口外流的吼，比如通关的一个县市吼，一个即个小所在。吼啊，我个人吼，我是1984年伫咧嘉义出生大汉。吼啊，我本身虽然讲台语，但是我算是第3代外省人，吼，是阮阿公是浙江出来的，所以其实我的台语啊，吼，毋是伫厝内底学，是伫学校学的安尼。啊，一个机缘是高中迄个时阵吼，参加着迄时文建会，即嘛文化部伊办一个青少年戏剧推广比赛。吼，因为迄个时阵网络啊，阁还无遐时间嘛，你也莫讲手机啊，你可能处理网络阁是用拨接嘛，所以资讯啊，啥物物件无亲像即嘛遮尔啊利便啊。主要是迄个时阵政府咧设即个计划，甲一寡文化艺术的物件，吼，推广去较初中啊、高中遐个所在。我算是一个机缘吼，考调家中啊，拄好家中是迄个时阵去用选做其中一个种子学校安尼，啊，所以来捌着吼剧场，啊，就感觉讲，介趣味的嘛。咱讲迄个年代拢叫惨绿少年啦吼，因为我是后体罚时期的，迄个时阵我会互拍嘛。啊，你伫学校啊，你头毛拢爱撸，就是毋是白头啦，就是讲你的头毛爱生做啥物款，拢规定好好的嘛。吼，迄就是甚至你的衫吼，袜啊鞋啊要穿啥物拢规定好好，啊，迄足束缚的一个年代。啊，所以迄时阵因为参与着表演艺术，才发现讲啊，有一个一个所在，那会遮趣味安尼，会足自由的。因为迄头青少年嘛，迄个时阵就是你已经对这个世界有诚侪看法啦。虽然讲你伫这个社会是无一定有位置的，但是你其实已经有真侪意见。所以伫迄个时阵，我对我来讲影响最大的就是讲，你透过戏剧，你对这个社会，你对这个世界有意见，透过戏剧的方式，透过故事来讲出来。所以大概就是迄个时阵，我感觉我算讲诚幸运啦，就是差不多10几岁，我就感觉讲，我已经知影讲有一件代志，我会当为着伊一直做，我对伊就有兴趣，而且可能有一寡天分安尼，无亲像真侪我伫台湾啊，咱传统的教育是足填鸭的嘛，所以真侪人懵懵渺渺30、40岁，佫毋知影家己喜意啥，所以我感觉我即世人最幸运，就是讲10几岁的时候，差不多知影家己想要爱啥安尼。啊，迄个时阵就感觉讲，我想要考艺术大学，啊，第一道其实是落地啊，差一寡无调，啊，就去台北读世新大学，我第一个大学读世新大学，啊，其实去就是一心一意想要重考嘛，所以其实无啥去学校，就是拢泡伫咧台北四界看戏啦，看舞蹈啊，看美术馆安尼，啊，看足侪演出，迄是较早伫咧嘉义你无机会看到，因为伫嘉义一般来讲，我印象诚深，就是高中的年代迄个时阵啊，其实无剧团敢来嘉义演出，因为票房一定足歹，所以阮迄时阵看演出，拢爱走去台中啊，台南啊，高雄啊，你爱坐坐通俗的迄种火车，伊无钱啊，啊，比如坐到台南，你佫毋敢坐公车，毋敢坐，因为你坐公车来回迄13箍，加起来20几箍，你能食一碗卤肉饭，当做你的中昼安尼。啊，变做讲伫台北，就是因为会当看足侪演出咧。对我来讲，迄是我感觉我是一个足介意看遮有诶无诶一个人，所以伫咧一个城市，你有真侪养分，会当捌遮诶文化艺术，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快乐诶。但是非常快乐诶，共一个时间，有时会感觉淡薄仔心头郁郁的，淡薄仔郁卒。是安讲，就是你发现讲一个物件叫做城乡差距，伫咧差不多18岁，你就真印象诚深咧感受着即件代志啊。台湾小小啊，今日伫台北嘉义啊差200几公里尔，伫咧台北生活遮尔啊利便，但是伫咧嘉义200公里以外，我今仔看一个戏，可能搁爱坐火车专工一逝路安尼
那爱开一工的时间安尼。所以迄时阵就是有时阵，你有体会到即件代志了吼，虽然讲伫台北都一直感觉讲怪怪安尼。后来就是第2年，我犹原袂记得爱停课吼，停课去北医大，第2道考调啊，我就随4、5月份吧，随去学校办小学吼，等待9月份要开学去北医大读册。就是迄时阵倒来家己迄几个月，等要读大学迄时阵无代志做嘛，咱家己的 tempo 吼，就是无亲像大都市遮尔紧，规工都是咧无聊吼，规工咧困，就是困到的时阵，常常想着讲，对啊，咱定定会伫遐咧 complain 讲，吼，咱家己是文化沙漠啦。但是等下，我即马家己就要去一个技术大学读册嘛。你规工伫遮咧 complain 是安怎？你家己无爱做看卖啊？吼，所以迄时阵感觉讲，对啊，既然我是一个技术大学的学生，我就应该当家己来，吼，做看卖啊安尼。吼，所以2003年啦，就是迄年我考调艺术大学，迄年阮就感觉讲好，阮要来组一个剧团吼，来舞一个公演。吼，当然咱即马听起来讲，哇，舞公演啊，舞剧团，改是足浪漫的，其实迄是一点仔拢无。就是迄是足现实的代志。今仔你要舞一个公演，你舞台布景爱钱啊，场地爱钱啊，服装爱钱啊，啥物拢爱钱，你头有钱。吼，所以迄时阵嘛毋知影哪就有一个戆胆啦，我就招敲几个电话，互较早高中做伙舞社团的朋友，吼斗5、6个，吼拢交我共年的朋友安尼。逐个讲暑假你有要创啥无？因拄仔无代志，我讲咱来做一个戏，吼要参加一个人交3000箍，吼因为我算楼主嘛，我有出5000，吼交家己的零用钱来交出来，阮斗一个2万箍。2万箍吼，阮就去台南吼，迄时阵家己无场地吼，所以阮去台南租一个小剧场。吼，迄时阵台南人因咧台南市有 run 一个小剧场吼，斗一个2万箍，差不多租2工就无啊啦，因为场地场租差不多1工就1万安尼，所以剩落来就是 zero budget 吼，所以即摆参各位先摆分享的这个影片，这个图像哦，倒手边迄就是阮剧团历史的第一张海报，迄根本就是我家己摕 A4 啊，摕麦克笔伫遐家己画甲做歹啦，但是对什物时间地点有啦吼，摆咧地点嘛根本去家中啊，家中我趁迄落学校放暑假偷偷爬入去啊，甲迄窗仔门用互开去入去内底偷摆，根本就是拢咧偷用安尼。就是无资源啦，迄个戏其实嘛是讲实在，我嘛知影，就是讲，你根本就是业余的，所以迄毋是专业的演出，绝对毋是。但是演完了后啊，毋知影哪你就感觉足爽的。迄个足爽就是你对即个社会有意见，尤其你是一个10几岁的少年人，你透过一个创作，透过一个作品来表达出来的时阵，其实迄个感觉是足好的。嘛毋知影哪迄时阵就感觉讲，其实。咱伫咧家己要 run 一个文化团体，要 run 一个剧团，其实无咱想象的遮尔困难。因为像咱这几个5、6个咱讲臭皮匠啊，我都竟然甲一个戏舞出来，迄时阵就足激动的嘛，感觉讲讲无即件代志会当完成但是你要较务实的，所以我就甲大家讲好，无安尼啦，我过来要读大学啦所以逐年咱暑假拢倒来做戏，所以。北医大读4档嘛，咱就5个暑假，所以这5个暑假，就是咱有一年做一个作品，但是这个作品咱合做预告作品。预告的意思就是甲观众注意风针啦，注写讲歹势，这个团还未成立所以你毋通对伊伤迄落伤严格。但是另外一方面当然嘛是你互家己一个要怎讲，互家己一个目标吧，互家己一个挑战，就是讲你要甲家己讲你。第2个作品一定爱比顶一个作品搁较好，安尼你才有可能伫咧5年了后来正式来甲即个团队立案安尼。所以迄个先有即个共识，阮就开始暑假结束，各自去学校内底读册，搁咧读大学嘛，就是继续伊学期。第2年转来，即个嘛是咱早期的作品，2004年，那。迄个时阵，家己其实嘛是拢无场地啊，阮干那一个文化中心音乐厅安尼尔，是8、900人的场所，所以对阮来讲，阮这无背景啊，是无资源的，你根本无可能用迄个场所，你根本搭袂起嘛所以阮时阵感觉讲，袂使即个家己的团戏爱伫咧家己演，既然无文化中心无要紧啊，咱只要咱要做，啥物所在拢嘛会使，阮就骑奥多摆、正奥多摆伫咧。
行啊咧转来转去吼，家己市迄四界找，后来找着这个所在，这是家己市吼后火车头吼一个迄算军用的一个月台啦。哦，但是拢算废弃啊，就是拢无咧使用。啊，阮想去迄个所在一看，哇，太好啊！因为这月台吼后壁就是真正火车伫咧来来往往吼，所以火车经过啊，有人落车，有人上车，哦，迄就是一个足通水的风景吼。所以阮就伫遐做阮第二个戏，做月台上吼，月台上啊，透过算讲集体创作的方式啦吼，讲一寡家己心中的故事啊。讲实在啦，吼，迄个时阵嘛，游玩即个戏游玩，阁是要安讲，真要安讲，无够专业啦，吼，阁真生疏，吼，一寡少年诶，啊，当然我嘛知影，但是你伫内底已经感觉讲吼，有一个剧团诶一个形吼开始出来啊，而且迄个时阵吼，可能伫咧家己吼伫咧国台演诶即个感觉真特别吼，所以可能迄个时嘛有一寡观众朋友可能有伊捌参与着，嘛感觉对即出戏感觉讲印象袂歹安尼，吼，直到第三年，第三年看我嘛是游玩，拢是伫咧奇奇怪怪诶所在吼。第三年较幸运是我拄着阮家中退休诶一个老师吼林水霞，伊我高中诶公民老师，嘛算是咱家己市吼早期咧做民主运动真重要一个先辈。伊就知影讲，阮伫家己要来舞剧团，伊就讲你莫阁用暑假甲你偷用学校诶教室啦，拄啊好，伊较早因爸爸妈妈过往，有留一个小所在，一间厝，伫咧家己市，伊讲无恁来用啦，伊即摆嘛想要家己用做种差不多像讲社区诶图书馆安尼互一寡少年人来遮讨论代志啊，做一寡家己要做诶代志，无阮团体来内底用好啊，所以第三年阮就开始伫内底咧搬这个戏，其实这个空间真正就小小啊，虽然阮有一个空间足欢喜诶，但是这个所在真正足小诶，差不多内底坐20个人都拢甜啊。你像因为老厝啊，较早无可能有冷气嘛，咱家己7、8月份迄是有够热诶，咱嘛无可能租冷气啊，是买冷气。我感觉阮像搁做土法炼钢，就是迄时阵就是摕冰角用电风安尼吹。下5、6个冰角，5、6支电风安尼吹，顶头搁举，搁用迄个盐嘛，互伊用较慢诶安尼，就是非常土法炼钢安尼。基本上拢是无资源，但是迄个时阵就是慢慢逐个感觉有一个势已经出来，就是讲，即个团内底咧舞戏剧诶一寡结构啊，舞这个戏剧一寡大进步诶物件，开始有一个专业感出来啊。因为迄时阵差不多我伫学校内底嘛，渐渐拢开始到中高年级啊，对一寡物件开始有一寡想象。过来第一个大诶变化就是阮第一个足幸运诶，就是2006年迄个时阵，差不多阮第4年，对于咱家己来讲，足重要一个一个所在，或者家己观表演艺术中心，伊就正式来成立啊。这是伫咧民雄，咱民雄诶一个新德边啊，一个差不多要6.6公顷诶一个所在。嘛是咱台湾足重要诶人物云门舞集诶林怀民老师，因为伊家己人嘛，迄个时阵家己讲要成立这表演艺术中心，就请教伊足侪意见诶。伊因为云门是太重要一个团体所以伊就真认真来甲县政府建议讲你一定要有啥物这个空间啊，你一定要有树啊，要有自然诶物件大诶小诶空间内底演员啊、舞者要排练有啥物需求拢安排甲足好势。所以迄时阵，我发现咱家己若雄有一个即个所在来成立若紧去开始写申请书就开始进入去伫遐，所以2006年迄个时阵开始就是对阮来讲同重要诶，就是阮开始有一个家己诶家啦阮迄时阵开始申请进驻伫咧内底。基本上为迄个时阵开始，阮差不多重要诶作品排练啊，甚至演出都拢是伫咧遮。像阮最近咧开始咧排一个戏，嘛是拢伫咧内底排。即个时阵阮开始有一个家己诶所在安尼。头先这几年虽然讲是较无要安讲，较少年啦，较毋捌代志，但是我开一寡开咧讲，通电话一个主要就是要甲大家讲，就是讲阮即马大家知影，阮可能就是讲，恁看大型诶作品，但是一开始其实迄是足简单诶，几个无背景诶少年囡仔，甚至连一个戏剧课拢毋捌上过，但是
就是足简单的想要伫咧家己做一寡代志就开始啊。后来当然都是大学嘛毕业嘛，研究所嘛毕业嘛，中其实嘛有一寡挫折啦，就是一寡活动办了无成功啊，也是要找一寡剧团的方向今仔时间的关系，我就无讲遐济但是基本上大学毕业了后你看拄则咱的遮戏虽然讲是足热情的真热血，但是其实迄是土法炼钢，无啥物方法，所以伫咧这过程当中，我就决定讲要倒来家己做了，其实开足侪年的时间针对讲咱伫家己要做啥物款的戏，其实找足久的因为像阮伫台北受学校教育训练啊，你伫台北今仔日你要安怎演拢会使嘛？因为已经有一个算讲是真稳定的市场安尼。阮同中一个时间点同大家分享是差不多伫咧2013年迄个时阵，迄时阵差不多已经成立差不多10年伫咧这10年进前，这中间就是一直咧针对讲剧团要找啥物款的戏，一直拢找无啥物方向，一直试到有一天，阮感觉讲，对啊，咱毋捌注意过，就是讲，咱伫咧台湾看戏真罕咧看到台语的戏，大部分拢华语较侪嘛，迄个时阵，歹势，等下，好，等下，爸爸咧无闲，歹势，所以迄个时阵就是差不多开始发现这个问题，阮开始试看，就是这迄个时阵伊就开始，阮就开始试看，讲这你台语诚好嘛，无咱来试看卖用台语来搬戏，好无？我试几年了，迄时阵找到一个方向，就是阮改一个戏，这个戏原底伊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做《仲夏夜之梦》，这算是伊足出名一个戏剧作品，笑亏，同出名的笑亏作品，笑亏剧我改做热天寒面，就是讲家己原在内底精神保留，但是甲咱遮伊原底是讲希腊内底遮的神明啥物的故事，甲改做咱台湾的内底神明遮改做讲咱台湾民间信仰庙口文化内底神明咧冤家，内底遮原底莎士比亚14行诗咱就甲伊倒做咱台语的7字安尼来对，哇！结果迄个时阵。嘛无想济，但是试验算是有成功啦。大家嘛无想到讲哇，莎士比亚讲台语，你原在英语内底遐个韵会当用台语来表现，竟然嘛有咱家己的趣味安尼。阮算讲是迄个时阵开始讲掠着一个方向，嘛开始讲讲台语是一个阮会当继续坚持落去的方向安尼。过来一年，阮就开始安尼坚持讲每一年咱推出一个台语的作品，其实基本上拢是伫咧家己小小安尼做，有一个较大的一个机会，是2016年迄个时阵，因为迄年算讲是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因为莎士比亚是太重要的一个人物啦，所以伊逝世400周年迄年，全世界拢咧做伊纪念的一寡活动演出，也是相关的遮论坛嘛好。阮的一个经验是，迄个时阵有一个日本导演做刘三二，刘三二，伊算是伫咧东京介有名的一个导演，因为1969年迄个时阵，日本伊迄个学潮开始出来，拢伫咧武帝学剧场，迄个是社会性足强的一个人物，伊咧做戏做艺术，但是同一个时间伫社会内底做抗议安尼，伊差不多迄几年的时间伊拢去台北的国家剧院来邀请，所以伊对台湾印象真好，咱台北的观众嘛足喜伊的。伊迄时阵就感觉讲，对2016年是莎士比亚400周年，应该爱来做一个纪念的作品。拄好这几年，逐年台北拢甲邀请，伊对台湾尤其台北印象足好，但是逐年拢是伊带日本的戏来，伊就想讲，也是即道来参台湾的演员来做一个。莎士比亚纪念的戏好因为你知影伊学姊上70几岁伊伫咧头桥有一个名号叫做地下剧场帝王，等于讲伊伫内底地位介悬，所以伊是安尼想下骹的人就开始开始无闲讲即下要台湾做要去倒位做，就开始来台湾找，但是伊想到的时阵是2015年的年底咱知影伫咧台北
台北剧场啊、剧团啊，大家资源嘛是拢抢甲，拢1-2年前你都爱甲一寡剧场补起起来嘛，所以伊想到迄个时阵，其实基本上剧场拢已经无迄个档次啊，剧团基本上嘛是啊，甚至连学校嘛找学校嘛无可能安尼，迄个时阵才开始有一个老师，伊想到讲，既然台北无空间听讲我想到家己有一个阮剧团，因拄好伫咧一个剧场内底咧驻村嘛。可能家己的场所空间上较无咱台北遮尔满可能讲尤其阮剧团的一寡风格嘛是较小人物的拄好交这个导演一寡草根啊较庶民的风格可能会合伊就敲电话介绍阮安尼对阮来讲迄是一个足大的挑战，因为伫咧这进前啦阮差不多做一个戏。阮有小小啊嘛，差不多10个人都真棒啊，预算嘛差不多台票差不多100万左右，迄是标准的小剧场、小剧团啦。但是你要交流上去做这个戏，伊常常就变国际制作嘛。虽然因讲日本人拢无爱摕钱，阮就是帮因找大的所在就好啊。但是伊这个戏，伊要做马克笔，莎士比亚4大悲剧，伊要30几个演员，搁现场甲对的遐个老师，迄是国际一个规格安尼。哇！当然，迄个时阵对阮来讲，迄是一个足大的挑战啦。就是讲，迄是比你即卖的 level 搁超过几啊10倍，几啊倍啦，无到几啊10倍。后来就是，迄个时阵一直感觉讲，剧团经营到一个时间点，阮想要有一寡突破而且阮嘛感觉讲，即卖可能是一个同好的时机会来啊嘛。所以难拍定咧，阮就讲好，我要来交伊合作，因为这个导演我嘛足介意安尼。所以迄个时阵。其实无形当中，阮做一个做着一件代志，就是讲，因为台湾表演艺术这个部分伊其实是一个足辛苦一个产业，剧团内部制作的时阵，定经费无够，时间无够，所以大家有时阵就是场地也好会拍一寡折扣，因为迄时阵感觉讲，既然你要做这国际的物件，安尼规气都拢要借钱啊，既然拢要去甲银行借钱啊，规气咱来甲这个戏。甲用做第一坎的就是差不多伊排这6礼拜伊排练第一天，我就甲舞台拢搭好互伊，所以这6个礼拜伊这戏影足复杂的，但是伊是伫一个对完全对的一个空间内底服装啊道具我拢帮伊穿好势毋是讲像咱即马有时阵伫台湾表演艺术这产业辛苦是有时阵你排练的时阵伊无资源，舞台拢毋对，场所嘛毋对。所以演员咧排练时阵足辛苦，因为伊爱想象，因为这个物件交实际上的物件是无共的。伊可能伫排练场排完了后，伊去到剧场迄礼拜才知影讲夭寿，原来舞台是诚做安尼。所以这内底演员就足辛苦。所以迄时阵阮就想讲，这个戏要甲做甲，就是讲，互这个剧团剧组会当熟悉，这个戏才会好看。所以迄个时阵有做一个决定，就是。后来证明是对的，就是这个戏真正排练甲诚有咯，所以迄个时阵演出了后诚成功，而且伊干那伫咧家己演，所以变做个大家好奇讲，奇怪这导演进前来拢是伫咧国家剧院，即马向伫咧家己，所以诚做讲阮的观众是为台北、台中高雄坐高铁来家己看。迄算讲是阮的头一摆头一出啦，有外地观众要坐高铁来遮看，以早拢是咱坐高铁出去嘛。伊嘛因为伊是东京这边的，其实咱知影伫咧国际上台湾有时阵是处境介辛苦，但是因为咱合作的是伫咧东京，所以迄个时阵伊就刚刚排了这个戏，伊又满意，所以就写一寡邀请，互因东京迄边的学者，一寡评论人来看，然后伊嘛真正为东京安尼坐飞轮机来，其中伫咧内底都有因伫欧洲一寡重要艺术节一寡推荐人啦，你迄时阵。就变做讲看戏了后，无形当中，阮惊做着一件代志，就是今日咱伫咧台湾做甲要死要活，但是咱伫咧国际上是辛苦的，你无一定讲话有声，都是有迄个分量。但是你交东京连起来了后，你变做讲，你会当用着日本这边的资源。所以这个戏伫咧2017年，伊就摕到一个 offer，伫咧 CPU 迄个时阵，欧盟的一个重要的艺术节，叫 CPU 艺术节处理。这应该算讲是咱台湾团队应该是第一个受到 CPU 艺术节邀请去的。这嘛算讲阮第一到出国去欧洲公演安尼。歹势。
好，啊，过来，2017年出来了后，过来迄年，吼，阮着伫咧罗马尼亚公演了，迄个戏讲，歹势，吼，迄戏公演了嘛真顺利，所以阮着继续吼打蛇随棍上啦，吼，着甲即个导演提出邀请，讲导演咱来个做第2出戏好无？吼，啊，共款，今仔你要做啥物戏哦，拢会使，哦，阮就是全部甲你支持安尼，吼，但是有一个要求，共款爱讲台语，而且即个戏吼，咱来演台湾的故事。啊，所以这个戏就是拄则信涵老师有讲到的吼，迄时阵老师有来看《计装一句车》，阮要挑战就是讲，咱台湾家己的文学作品，改做舞台剧，但是这个舞台剧是一个外国的导演来甲咱合作。啊，2018年演出了后，吼，迄年就摕到咱台湾艺术节的一个大奖，或者台新艺术奖的年度的最终入围安尼。好，那有影片来互大家分享一下。嘿。来，各位用一来看卖，一对阿无真奇怪，两人三脚的生活安怎会未来？讲啊，我拢出边操了，只要几十年。阮人啊，七分我来对面大，我时间，你都够来哦！无我去求到遮大医院，我听你讲较少咩？哦，阿伦只有想讲哦，迄阿狗啊会当来甲我斗3工啊？啊，这3个月下我100块呢！100块！我逐工开开车听到要死，每个月才400尔咧，实在是良心袂够啦。咱隔壁吼，甲咱加一个厝边，生活就安尼，怎么爽起来咧？哦，是讲啊，时间吼，我参到家看咧，甜甜咧，但是，我讲你买一台牛车。好，这是计装一句车的一寡吹了啦吼。啊，搁来要参大家分享到，差不多一个这个时间啦吼。对阮来讲，这个一开始小小的一个阮剧团啊，因为一个机缘甲机会，从国际来连接起来了，阮有发现一个道理，就是即马大家正红的一句话，就是愈在地愈国际。今仔日若是讲你有够了解你家己的文化语言了后，其实你愈有一种本钱去国际上参大家。哦，你讲平起平坐吧，吼，就是讲，今仔来伫咧国外，人要看的是你家己的文化是啥物，毋是讲你安那哦唱 opera 跳芭蕾，所以是了解即个道理了，我感觉讲，找到一个家己的自信嘛，哦，而且原在你想象的迄个缺点，全部变做优点，要安怎讲咧？哦，因为其实一开始啊，阮伫咧家己是足无自信的，我讲啊，家己无人要来啦，安那。但是伫咧交刘三二合作的迄时阵，伊一个表情，我甲伊惊着，因为阮开始排练的第1工，吼，阮还想讲，啊，伊敢会嫌咱遮足装开，吼，敢会嫌咱遮就是足偏僻啊，结果无想到讲伊来，哦，第一个表情就讲，哇，是过瘾诶，伊讲家遮太厉害啊，啊，伊讲伊伫东京一世人，无法度来到像家己面向遮个所在，遮大个排练场。哦，我迄个瞬间啊，我才了解一个道理，就是讲，哦，我有你无的物件，要安怎讲？
你若讲今仔东京啊、大都市、伦敦、纽约，迄全部拢是你讲地足少诶嘛，租金足贵，人太济啊。阮遮拄好交伊倒边，就是阮遮因为人无遮济，所以真做讲你创作诶过程当中，同需要诶空间是我遮同大诶一个优势因为家己相对讲你大都市你租金啊你诶物件无遮贵，所以伫咧咱创作内底一个美感，就是讲伊咧排练啊，对，咱只要讲研发诶过程当中，迄是开买同侪时间资源诶，所以你若是讲甲即个家己诶位置了解好势，其实阮是有真有机会来做一个国际共同制造诶中心诶。虽然讲咱伫咧家己，但是即个优势可能足大诶。嘛伫咧迄时阵，感觉讲好，咱若要行即个路线。咱一定要互咱的制作内底，毋是干那行台湾人，就是伊爱参国际的一寡资源连结做伙，咱才行会出去。咱路才会开阔。所以东京是咱第一个线，所以伫咧同一个时间，我嘛开始搁较大胆，就是讲参一寡阮先以亚洲来当做咱第一站，所以东京以外阮搁找香港、马来西亚开始咧做一寡交流工作坊，也是邀请一寡团来演出安尼。所以到2020年，迄时阵 COVID-19 已经出来啊，但是阮伫迄个时阵，推出阮的第二个国际制作，阮参香港，香港的一个团来共同制作推出红岛电机这个戏。红岛电机这个名啥物意思？其实伊是号咱台湾甲香港的两间戏院来做伊的名。红岛是讲香港的红岛戏院，电机是咱台湾满岛、台南满岛的电机馆。伫咧这内底就是真趣味，就是讲两间戏院拄好拢拄着采取的一个问题，拢保留的问题。其实咱要讲戏院的保留，其实伫咧背后咱要讨论的是语言的消失。像咱台湾早期有迄个语言的文化嘛，禁止说方言。像因香港，其实即马咱拢知影，即马你讲你讲雨伞运动啊，也是讲前一阵仔国安法，甚至讲因即马97回归了后，因即马中学生也是一般的课本内底，香港话啊、广东话基本上拢开始渐渐去用套滥都无法度讲啦，就是开始拢变北京话安尼。所以其实咧开讲的时候，我感觉讲两个所在就是有共同的一个命运所以阮就甲这当做题目来创作一个音乐剧我遮嘛有一寡片段来参大家分享一下咱来看一下。阿公的希望理想，参照协会是美，望青天光之春高枝。阿辉啊，咱的电机戏院就要封拆掉啊！阿公，其实是两个戏，一个咧讲红岛戏嘛，一个咧讲电机馆的故事。伊其实这两个是完全无同的故事，就是讲一个是咧讲过去，一个是咧讲未来。兩地嘅歷史、現在同未來係一個可以相對比同埋聯繫嘅地方嚟嘅。咁我實際上即係呢個故事係講語言同文化。因為我交遇到，阮有一個共識，就是講這兩邊的對比落差愈大愈好。一個是較抒情的，一個是淡薄黑色幽默，所以迄兩個基調是完全無共，甚至是音樂兩邊的歌嘛完全無共款的風格。一邊台語歌是淡薄仔較是安尼。你閣知影咱會生查某囝？生一個查某囝親像你。我是喜歡的形影，香港這邊就是安怎講，90年代這種感覺。你要安怎看兩個完全無同的作品合做伙了變做一出？我感覺這是這個作品通變做。兩位編劇，台灣編劇同香港編劇嘅處理，咁講就愛到死，咱才會得到真正嘅自由。即係如果人死咗咧，就冇意義㗎啦，人活下去先至有意義嘅。咁呢個係台灣編劇喺寫嗰個角色、寫嗰個戲嘅發展嘅時候。我恨阿公。叫你好，你唔通怨恨恁阿公我分啊？我阿辉分我，較贏去分一個政府一個時代。
香港嘅編劇咧，喺另外一個角度嘅時候咧，就覺得唔係嘅，大無畏，死都要嘅堅持自己嘅信念，死都唔怕。大家嗰個喺不同嘅背景環境裏面，不同嘅角度去睇人嘅生命同埋信念，我覺得呢個先至係令我感動。眼睛想減白了，反針不再跳，掩蓋歲月的。我將佢電話入面嘅片帶咗返嚟台灣，一個關於身份消失嘅故事。而現在你是唯一記得這一切的人了，阿伯，你們沒有對不起誰？阿爸，咱冇對不起什麼人？咱冇對不起什麼人？無言之歌，吼，迄是台灣香港的演員愛做伙唱。面對文化的消失，這個物件是不止香港，不止台灣，世界所有國家攏咱共同的一個問題。到唱到迄個時候，我感覺哇，今仔日佇這白連場吼，佇這劇場吼，你是不分種族、不分國籍，你都會對這件事情來講感動到。要說的戲裡面說了，感謝台灣。香港加油！好，哎呀，時間的關係，我基本上吼，咱拄仔看到很多電視是佇這個方向內底吼，阮的一寡安排就是咱的台語劇吼，從國際來做連結安尼，吼講完咱的作品吼，我小可為另外一個角度來參各位先輩分享，就是講吼，要做戲，其實像阮佇咧家己內底吼，團內底愛有一寡基礎，吼，這個基礎是要安怎，互咱的戲會當有一個穩定的品質安尼，吼，參大家分享幾個部分吼，其中一個我感覺佇咧台灣阮劇團佇咧做，應該是真特別的，就是講佇咧表演藝術這個行業內底吼。大部分的尤其台北，基本上攏是 freelance， 吼，就親像咱正佇咧蘭登也是紐約啊，就大家就知影講，佇咧紐約，你真濟演員就是佇咧咖啡店咧做 waitress 嘛，做 waiter 嘛，吼，咱等待有一天會當audition 一個大的戲，audition 一個大的角色，吼，基本上所有的大的城市攏是安尼，吼，就是你要做演員，你就是想辦法一直咧試無共款的戲。吼，但是阮佇咧家己咧做一件代志是真特別的，就是阮是佇台灣少數有咧試家己的演員，就是阮團內底的演員是 in house 的，領月級的，阮即嘛有5個演員是領月級的。除了這個月級以外，阮閣有一個駐備演員的一個制度，就是每一年阮差不多1月份的時候會考年度的演員，伊考入來了都愛來劇團內底學3年。親像阮下骹有一個學校安尼，佇咧這3年內底伊無薪水，而且愛納學費安尼。但是受咱的這個訓練內底咧訓練啥？我感覺真特別其中一個部分當然演員你該當愛受的訓練就是聲音啦，你的形體啦，你的表演這是基本的。但是佇台灣阮的表演訓練內底真特別的另外一個所在就是伊每禮拜固定愛上阮的台語課，今仔我有看到咱的台語老師黑臉嘛有佇咧線上佇咧線頂台語課以外介特別就是伊愛了解咱台灣民間民俗的這個文化，所以今仔媽祖咧行香你愛去行，咱面向大樹爺你愛去行，民間這以外閣有24節氣，24節氣你只要時間一到，你愛去街頭來做表演，就是咱民間的落地掃安尼。我愛互咱遮演員體會咱遮台灣原地文化內底同寶貴的一個物件。除了遮以外我感覺因真辛苦，就是
咱民间的戏出内底布袋戏、歌仔戏啦、北管家将这你拢爱学。甚至学甲像恁即摆看咱右下角即张，这就是咱参台南的秀琴歌剧团这固定甲咱指导的歌仔戏的老师像因老这个时阵，咱对因去走外台因是现代演员，但是因家己爱去走歌仔戏的舞台甚至布袋戏因爱去演进前咱交新港的武奉献这嘛已经超过100年的北管团。咱妈祖迎香的时阵，咱嘛是共款去向天宫头前拍北管来迎妈祖。咱家己如意正骨堂这嘛是超过100年的一个家将的社嘛是固定来跟咱合作。所以你会足歹想象一个现代的剧团，就是咱这个演员就是会晓唱歌，会晓跳舞而且你还晓搬布袋戏，还晓操歌仔戏北管还会晓拍甚至加强的一寡形体，你嘛会晓舞安尼。基本上就是咱咧想象讲，因为台湾咱原在就是一个多元的一个国家嘛，伊各种的文化拢有，所以你若要甲你的角色演好，你一定要完全了解，就是讲愈了解愈好，咱遮土地内底一寡养分咱土地内底一寡文化，所以你看遮个面容，咱的演员拢足少年的，20几岁但是咱遮台湾原在内底，你就是爱互伊足大的量去参与去学习安尼。再来就是。国际了后，差不多到旧年旧年拄好阮18岁阮一个最重要一个milestone 啦就是阮18岁即年阮算是总算是讲有一个戏来到国家剧院而且即个戏毋是干那一个国家剧院尔即个戏伊起甲台北国家剧院、台中的国家歌剧院、高雄的卫武营伊是一个3间国家剧院的共治即个戏做10年。10点就是改编做咱台湾的5大奇案一个5点钟长的一个大戏，算讲是阮互家己的一个生日礼物啦。嘛算讲是代表讲这个团行过18年了后，总算是当大人去到一个大舞台这对阮来讲是一个真大的里程碑。旧年这个戏演煞了嘛，摕到一个蜡笔杂志的年度10大展会一个大奖安尼所以参大家分享就是讲阮伫咧家己这个团咧做，其实几个思考的切入点嘛你为城市你讲政治也是经济一个角度来看，家己伊绝对是一个足弱势一个都市嘛人口少人口外流足侪，但是阮找一个角度，就是这是咱在座应该真侪先摆应该拢真熟悉的一个表，这是2010年的时阵。做的研究，咱台湾咧使用台语的一个比例。当我用这个使用台语的比例来看的时阵，我发现讲，咱家己是一个蛋黄区呢。伊拄好伫咧正中心嘛，因为这是咱中南部即马讲台语为主较侪，所以阮若是开始推广台语的时阵，家己拄好是一个真好的一个所在，因为阮是伫咧这内底正中，所以我等于讲重新定义家己了，你就找到家己的一寡机会安尼。过来就是讲，阮咧做的一寡结构啦，阮的作品下骹阮有剧本演员，阮嘛做真侪推广交教育，来互咱遮个一寡内在，然后内底物件会当搁较实在的。过来就是拄则讲的，虽然咱是一个小所在，但是对遮香港、对遮Tokyo的人来讲，其实遮可能拄好是一个因要做创作来讲，碰拄好的一个所在。最后嘛，参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讲，像咱咧做台语剧这几年来，我们其实有发展出一个 SOP。这主要嘛是讲，拄则信涵老师开场有讲，过去大家较袂讲究讲，就是讲你即马台语是有啥物腔口是爸爸妈妈3个囝腔口拢无共。既然阮决定要做，这就是一年想讲家己的一寡细节甲发展甲较好，所以到即马为止阮也决定要做一个新的戏一般来讲，阮的筹备期是从少是2年到3年。这2年到3年的过程当中，伊其实是一步一步来。基本上伫阮团内底，像我是艺术总监，阮团内底有咱的创作组长，有咱的编剧。所以基本上阮一个伫咧产业界真特别的一个模式，就是讲阮拢是团队创作。这团队创作开始做拢是安尼，阮决定要做一个戏一开始拢有戏剧的顾问针对咱的主题
来帮咱抓重点提供咱一寡角度思考。啊，差不多对这个卡本啊，对这个主题有一寡深入的了解了后，一般来讲，阮会有一个中文的编剧，以文学背景的所以伊即边开始咧做改编掠伊的角度，啊掠完了后阮会开始掠咱的台语顾问交咱的台语编剧即摆，咱台语编剧一般都是咱的姐姐啦 ，MC 姐姐，伊来甲中文写出来结构，佮甲翻做台语，有伊。算真有特别的一个台语的编剧，啊，过来就是入米甲排练场，入米甲排练场了后，就是咱的欧伦老师，参伊的团队的入来，开始来甲咱的演员来正音，比如讲像拄则咱看加装一牛车啦，就是讲内底有一个鹿港人搬入来嘛，所以伊应该算有漳腔交鹿港腔的无共，啊，所以为迄个美角内底。啊，另外就是讲，像咱一般演员咧训练啦，因为咱算伫民雄为主啦，所以咱有一个本音就是以咱民雄一般来讲漳州腔较侪来当做咱的一个起始点安尼。啊，过来就是讲，到尾像一般排练的时候，阮就出一个演出本。啊，即摆以阮内部来讲因为咱对我来讲，我感觉讲就是语言啊，除了讲以外，最重要就是爱有文字。啊，当然咱即摆文字台文内底台罗啦，还是正字啊，足侪派。啊，阮即摆基本上是先采用，就是讲教育部伊是有一个正字，阮就先用教育部的正字的一个部分。同起码就是讲，互即个流程过程当中有一个相对有一个严谨的一个过程安尼好，啊，过来嘛是简单分享啦，因为这2-3年疫情的关系影响介大，所以对阮来讲，阮就是慢慢除了讲原在线顶线下只现场演出照搬以外，阮嘛开始有开拓一寡线顶的部分像可能有一寡老师比较先辈知影，阮有做一个 podcast， 这就是这做主持人逐礼拜伊会伫咧空中上会。啊，去年疫情的关系阮嘛甲1-2个作品。起来到线顶来试看卖影，就是讲参无共的无共的专业来结合安尼。其实是找一寡咱表演的可能性，尤其是台语这个戏出的一寡可能性安尼。最后来工商服务一个啦，就是即摆2022年嘛，过来其实过年了后咯，几个大代志其第一个就是咱3月份的时阵咱知影咱。台北树林遐有一个表演艺术中心起10几年啊嘛，总算讲要开始今年要开幕，伊大家一直拢真好奇，伊经过边仔有一粒球嘛，足大片的，阮拄好阮是即粒球内底第一个演出，3月份的时阵，咱拄好同咱同重要的即个热天寒眠即个作品，过来4月份的时阵最近咱咧无用即出戏，就是头前有讲到讲阮参东京咱参迄落香港有合作，今年的去阮是参法国交中国合作，阮即道要来搬布袋戏，这个新的戏出是改编十日谈这个戏，但是这十日谈伫咧吊戏仔场内底演，即道咱合作的是伊原在是中国漳州迄边福州戏第5代团员合作杨辉。但是伊差不多天安门事件了，伊就流亡去美国，后来转伫咧巴黎定居所以阮只算讲是交旅欧的这个偶戏大师杨辉来合作嘛找几个咱为北部到南部4个布袋戏的团主交咱共同演出，所以这是一个经典改编但是有现代有布袋戏，有传统有现代的一个戏出，嘛真趣味迄算我是交咱。进前风格嘛会真无共这是伫咧4月份的时阵，我会伫咧嘉义甲台北来演出，嘛真欢迎今仔若是有观众朋友有朋友伫咧台湾呢有时间有使嘛欢迎大家当来看卖，大家多交流我想简单的分享到遮真感谢今日大家的邀请淡薄仔超过时间啦，请多包涵咱过来信涵老师，我遮交互你安尼好，谢谢。感谢，真精彩啦真精彩！这个调侃团长的分享我想互大家真感动啦。去看遐戏剧的片段，我想大家讲跟我同款真感动，感觉有够精彩。但是迄个
条件兄，你也袂甲大家讲啊吼，若台湾的朋友有兴趣，想要去看即两出戏，啊要去倒买票啊，这才是点嘛。歹势歹势，你会当去，因为阮即马是 OpenTix 啦，吼，台湾有一个迄个售票啊 ，OpenTix 你拍软剧团，啊是你来阮 Facebook 软剧团的名册，阮剧团的名册，吼，这资料应该拢会当找得到。嘿，内底阮一寡链接会当去售票网安尼，嘿嘿。你等下会当去迄个开讲遐铺遐个，因为你用讲的吼，大家无一定会复记嘛吼。无问题，无问题。铺起安尼，嘿。无问题，无问题。真感谢啦吼，咱即个谢谢。吼，开始的时啊吼，40几个嘛，即摆已经要80个啊啦吼，已经去查甫啊安尼吼，大家吼拢感觉真想要听者，所以吼，咱头仔听调侃团长分享以后，咱就知影，愈台湾愈本土愈国际啦，这是一个口号嘛，但是这个口号要安怎落实，互伊变做是实际上的行动，啊，真正会当做甲食吼。虽然讲咱讲吼，愈本土愈国际，但是毋是所有的本土最后拢会当变做国际，对吧？啊嘛，毋是所有的本土拢有需要变成国际啦。但是啊吼，伫即条本土国际连接的路内底，我感觉团长因迄个阮剧团啊做甲足好。啊，这当然啦吼，他拄啊迄个廖康老师讲的，即咱其实内底啊吼，团员啊吼，拢真厉害、真优秀啦。啊，有即个欧练老师伫遮啦吼，是阮剧团的台语顾问，迄个。欧练老师，你要甲大家招呼一下吧。前辈大人，小弟欧练。对，这个就是阮剧团的台语的顾问啦，吼，欧练老师吼，伊是迄个中正大学台文所的硕士毕业嘛，吼，啊，做甲就是即马即个阮剧团啊，吼，这边的台语拢是伊咧用的啦。哦，啊，另外吼，迄个英语你嘛伫阮剧团有斗相共嘛？你要甲大家say hello 一下无？大家好，我是英语，我是今年就是欧练老师，就是有邀请我去替因正音，啊，所以可能过年后，阮可会去联络，就是细节工课的部分。啊，目前我挂的是台北的台湾吧小黑皮玩台湾秘鲁啊，算台湾的迄种翻译个顾问，多谢。嘿，这个赖英语，伊是阮中教大研究所的学生啦，啊，但是阮遮毕业的大学部毕业的，啊，真优秀安尼。哦，啊，另外吼，要小解一个啊吼，最近互伊足辛苦的啦，我真歹势安尼。吼，迄个公司台语台迄个主播之一，然后张伟民吼，伟民你甲大家说 hello 一下。你好，我是阿明，张伟民，即阵伫遮吼，甲大家见面。感谢条件吼，这个团长英国嘛来上过我的节目。啊，我hello。阮剧团伫咧嘉义吼，迄当阵是即个伫咧新嘉义做吼办迄个，咱讲即个生饼生吼，咱欢迎真侪少年人来讲台语的一个舞台的一个表演安尼啦吼。啊嘛感谢信涵老师吼，安尼甲我绍介。啊，我即阵人伫咧美国啦吼，啊嘛伫遮即个亲像铁人安尼吼，有台湾的时间嘛，有美国的时间安尼。真感谢，真感谢。这个伟民啦吼，伊即摆人伫美国嘛吼，啊美国就已经足无闲啊。但是啊吼，我头仔讲有国中老师的台语班嘛，拜托伊转来甲大家上课安尼。吼啊，所以吼，伊踮伊美国的时间处理了以后，处理啊换台湾的时间，爱来上台湾的课安尼。所以吼，一工拢無啥物困着，是有咁辛苦的。袂，都对啊，咱即摆吼。说啦，咱要请两位对谈人啦，吼，来发表一寡想法啦，吼，我想啊，吼，即两位对谈人，梁光兄吼，郑梁光先生，甲迄个陈雷先生吼，吴医师啦，吼，即两位啊，吼，拢对即个戏剧方面拢有足深刻的体悟啦，哦，像迄个吴医师伊家己有写剧本啦，吼，伊是一个有名的作家嘛，啊有写剧本，哦，所以我相信吴医师对文学方面咧讲戏剧嘛，一定真精彩。啊，梁光先生啊，吼，因为伊有组织迄个戏剧的演出啊啥吼，对台语文的运动啊，吼，就有贡献的安尼啦，吼。说落来吼，咱就请两位对谈人啦，吼，先来甲迄个调遣团长来对谈安尼。咱先请梁光兄好无？你先讲一下好啊？啊，真精彩的即个介绍和演讲啦，吼。我是想讲，咱顶礼拜吼，信函啊，甲
甲王团长，阮三个有做一个简单的会前会就对啦吼。啊，伫遐我是发觉讲，其实即个剧团即种物件吼，实在是足趣味的啦，吼。啊，迄阵啊，咱嘛有同意讲，其实咱即个物件有分做，免啊经营剧团吼，这差不多是较经营即方面的，算较是 business 吼。另外一个就是较属于讲文学表现的即方面啦吼。啊，所以因为老实讲吼，我对戏剧是外行啦吼。我一生唯一上台演出一出戏的吼，是25当前1996年吼，伫迄个世界台语文化营伫澳门迄搭吼，啊演一出叫做《厝边隔壁》吼，啊阮有录影起来，应该是即摆还佫会当看着哩 YouTube 还佫看会着吼。啊，迄是单位，我是单位的剧本啦吼。啊，迄天嘛有佫演一出叫做《厝边隔壁》，厝边隔壁是笑亏的啦吼。啊，咧讽刺即个迄当时台湾的社会。啊，另外吼，即个有耳无喙吼，是较属于笑亏佫兼悲剧啦吼。你笑的中间佫互你会流目屎迄种的剧吼。啊，是咧讲语言的问题啦吼。啊，我即几工佫倒去小可安尼去甲回想一下吼，我会感觉讲，迄阵啊，迄主要的背景是讲一个阿嬷啊，足希望伊的囡仔会当，伊的孙会当含伊讲台语，但是迄个孙到尾啊，因为即个教育的关系，对台语足歧视，所以基本上到一个程度，伊感觉讲伊虽然细汉互阿嬷带大汉，但是总是呢去用洗脑到尾啊，讲安尼怎看阿嬷诚无起。啊，到尾啊，因阿嬷要过身的时阵，因为伊即个查囡仔怎搬来美国，啊，互伊受到即个因姑丈甲伊教讲，哦，台湾是有遮个坎坷的遮个语文迫害历史，所以伊较觉醒过来。啊，觉醒过来时，拄好因阿嬷要过身去，拄好伫国际电话中间，啊，所以即个到尾即个查囡仔，迄阵演的时差不多10岁左右，啊，伫安尼哭甲吼。啊，我即摆过来想讲，到若讲今仔日过来搬即出戏吼，可能就袂较尔感动啊。因为即摆阿嬷阿公拢变做活头族去啊，吼，所以情景虽然敢若26档，吼，我30档迄种的背景，所以规个戏剧拢无即个文学的背景、社会背景完全拢无共款去啊。吼，当然这是较顶啊好，咱即个单位老师，因为原作者吼有伫遮检查，单位老师毋知有要讲啥物，我毋知影吼。但我即摆是较趣味讲吼，要来讲即个商业机制的部分啦，吼。因为像讲我住伫洛杉矶，吼，啊，阮遮靠哈咧有咧食饭的人吼，哦，迄若无1/3嘛5%，有足侪人伫遮拢靠哈咧有咧食饭吼。啊，我一边要去欧洲，啊，坐一个意大利的迄个。迄个飞机吼，班机，哦，内面就是拢一直放迄个意大利的迄个歌剧吼，所以伊迄算做讲，干若用迄个商业迄个产业吼，迄个价值毋知偌大啦吼。啊，像讲阮遮洛杉矶一个叫做 Pantages Theatre， 伫哈利有遐吼，啊，因咧搬一出戏吼，介少一个档期嘛拢排咧甲2-3个月。啊，一张票拢80几箍的票，算讲买票安尼啦吼，迄种较悬的80块美金的票算买票。啊，若要较好的，拢200-300块美金以上啦吼。啊，迄局面拢足尔豪华。所以我即摆是咧，当然吼，这是豪华啊，甲原成本的制作，无一定是好啦吼。然后对艺术来看，拄则你咧讲着讲即个日家己吼。啊，迄个日本导演吼，啊去到迄个家己迄个所在，啊伊较感觉着迄个 feel 吼，所以实在是伫即个商业吼啊艺术的中间吼，其实可能嘛诚歹两全啦吼。啊，但是总是呢，到尾啊人嘛是爱生活啊吼。啊，我是感觉讲你即个阮剧团吼。
恁即个剧团实在是，我今仔日听你讲吼，超出我的想象啦。因为我也毋捌，咱也毋捌见过面吼。啊，我得到的消息就是讲，伫 Facebook 咱伫遐看一个吼。但是最近我较深入甲恁了解吼，哇，恁的 Podcast 嘛做甲足好吼。啊，毋若安尼，恁阁有专业的，就是讲恁阁有发薪水，互团员伫内底，就算讲恁的团队阁有 pay staff 吼。啊，恁阁也有长期的迄个训练吼，伫咧讲训练遮的独臂演员吼。所以我是爱想要请教团长吼，咱先按即个商业的机制来切入啦吼。你感觉讲，伫台湾你即摆处境内面吼，你敢有法度通讲无政府的补助吼？政府补助这个另外一个大议题啦吼，就是讲即摆我知影讲足侪即个即摆台湾的文化活动拢爱靠政府的补助，到尾靠政府的补助，一方面就是了足侪时间伫遐做行政吼，啊难免会受到政府的主导啦吼，出钱的人加减嘛有一寡迄嘛吼，就是讲即摆阮剧团的情形，敢有可能讲纯粹来用商业经营，会当来生存，啊，佫会当佫保持讲原来迄种的艺术性，啊，含用即个坚持用台语创作的即种的精神。来，我讲了一大堆啦吼，啊，就是讲较简单的，就是敢有法度，目前阮剧团未来敢有法度人讲靠商业经营来生存。好啊，好，谢谢梁公老师。我参各位先辈分享吼，其实以大的方向来讲，确实阮咧经营的理念是以咩啊讲？阮其实逐年吼，咧阮财务比例内底啊，我中央的补助的比例是逐年拢咧降到即马吼，到差不多到今年，阮的目标是降到13%。意思就是讲87%拢是靠咱商业的票房啊、制作啊、其他的部分来弥补阮的主要的 income 安尼。所以其实大的方向吼，阮是确实是一直咧讲的。啊，要安怎来以这87的比例吼，同另外一个较商业性的部，因为咱嘛知影咱台湾吼，这几年有文策院嘛，文化内容策进院。哦，伊其实就是政府的角度咧扶持，就是讲咱产业会当安那来较有规模。因为过去伊可能就是足简单的，就是领补助嘛，吼，不管电影还是表演艺术的。但是即嘛是较有一个系统，较有一个策略。啊，以阮来讲，我分享就是讲，其实就是阮较投入比如讲像音乐啊，还是电影、电视的投资的概念。以今年来讲，阮一两个大戏，其实我是有找企业来投资的，但是这投资毋是赞助，就是讲伊的资金入来了后，互我有法度的票会当捧较侪链的，就是我会当투어较侪城市。啊，你투어到较侪城市，场数有增加了后，就是你的一场的成本会降嘛。因为讲实在，以剧团来讲，你要负担一个戏演到10场，其实阮无遮侪本，阮本无遮粗。但是你若讲有一个投资的单位，互阮会当 promise，就是我都演到即个所在，其实你愈演你一场的成本会愈降嘛。啊，你愈降了后，你就会当来要求品质，所以对我来讲，迄是一个较正向的循环。啊，其实以企业来讲，一般因咧算的就是讲一般来讲前2轮拢是了的，但是你有法度拼到第3轮了，伊就会开始回本。所以其实阮是甲较商业的理念来想办法推测讲，咱台湾的表演艺术有法度行到这个程度。因为对阮来讲，其实足简单的啊，就是你的所有工作人员不管你是技术还是演员，你一定爱互伊有一个过去生活的薪水，这个行业才会当互你有一个公认感。无你会足辛苦的，就是你若无法度有公认感，还是你有法度伫遮安身立命，其他第2句话拢毋免讲。所以对我来讲，阮剧团咧做的代志当然是足浪漫的，但是你要做的美感，迄绝对要足务实的。迄对我来讲是安尼，所以甲大家报告是安尼。啊，而且
其实嘛是交企业咧合适啦，因为我家己嘛有咧上一寡课吼，就是以咱的财务比例来讲，剩的这80几%内底有，阮当然有一个大的方向，啊，其中就是阮嘛有家己定一个年度的，哦，比如讲赞助还是募款的目标，伊差不多占阮差不多3%至5%，啊，所以这3%至5%交中央的补助，其实你加起来差不多15%至17%嘛，这15%至17%。吼，其实就是讲，阮有法度80%靠咱的票房拼会过，吼，薪水拿会出来。好，我这有法度靠家己了，剩的这10几政府补助，我就是全部做即种较理想性的计划。比如讲，恁拄仔看到遮独臂演员，吼，一个演员来教1年以上的课，吼，可能阮咧算，伊差不多爱300至500点钟。好，那有伫咧大学教册就知影，这一点钟就是一个钟点费嘛。好，所以其实阮这3年，阮有算过，1年吼，伊的学费，阮咧出的就是爱100万，所以3年3班交咱in-house的演员，这超过300至400万，这是每一年支出的。好，这300-400万，你敢有可能互遮演员因纳学费哦？无可能啊！阮一年甲收差不多要2万尔，所以剩的这300多万的缺口要安怎来，就是为我拄仔讲的，就是讲吼，咱政府才会补助10%几才会补助赞助款，就是我伫咱内部的财务比例内底，我就是会甲伊用甲讲，就是讲吼，政府的咱的纳税人的钱，就是我的薪水内底，我袂用甲即个部分，因为我就是靠商业，只阮家己赚。但是你若愿意甲阮补助，阮就会甲伊用伫咧较浪漫的、较理想性的这个计划，我会靠这读，嘛确实需要这读，因为这个部分拢是吼赤字的单位安尼，所以简单分享甲报告，阮的部分是安尼，嘿啊，所以若是有机会，其实就是我甲同重要的支持，就是欢迎大家吼，加甲咱买票，因为阮真正是足需要这个票房，因为这都是商业嘛，哦，有法度你讲正常的商业的，哦，才会利润，这才是较相对来讲健康的一条路啦。啊，当然若是讲无法度看演出，我嘛真欢迎，就是讲，哦，有大家甲咱岛内甲咱赞助，咱的 podcast 遮其实拢有开一寡岛内一寡管道，哦，因为确实上阮的财务比例内底每一年拢有一个一定的目标是，哦，爱靠赞助来互遮的演员啊，吼，遮较公益性的一寡计划会当 support， 嘿，大概分享是安尼，好，谢谢。啊，我搁问一个问题，了我就交互迄个安妮兄，吼，去讲较即个艺术这边啦，吼。就是讲，我敢会当问一寡数字啦，吼，比如讲，恁有做恁拄仔做即个，因为阮伫海外吼，要甲恁要去到台湾，甲恁迄落看戏吼，可能较有限啦，吼。但是即摆疫情吼，所以大家拢伫线顶咧聚会，作品啊，做尔平常嘛，吼。我知影你拄则你有讲你有2出戏吼，基本上是伫线顶演出的吼，一出叫做《家族排列》啦吼。是。啊，另一出我拄仔听无清楚。那像讲即种的物件，恁已经演过啊嘛吼，恁已经有演出过啊，大家嘛拢算有人去甲恁买票啊，拢差不多吼。是。所以我当问一个较差不多一寡安尼较。安尼小可安尼无拍嘅 figure 吼，就差不多粗咧啊。若是讲，阮海外遮个社团，阮也苦苦的来做一个线顶的演出吼，啊了嘛，请恁的演员来安尼随片顶台啊吼。安尼若安尼先，阮海外遮个社团，大家若要合作起来，差不多爱靠偌济，差不多偌济经费。比如讲用较具体来讲，迄个家族排列即出戏吼。是。这个我即摆想，我线顶遮我嘛还未想过呢，嘿，确实线顶来讲，就是讲我即摆我会较 prefer 一个做法，就是讲因为阮旧年线顶我是交 KKTix， 这嘛是咱台湾家己咧舞串流的，咱台湾本土的企业嘛吼。我即马想到就是讲，咱比如讲像咱若现场啊，咱现场的时代，咱有迄种包场嘛，比如讲包一间电影院啊，伊就是600位啊，500位、200张票啊，伊甲一个费用包场了后吼，就是可能遮个社团大家都靠一人一票安尼入场。我咧想的可能就是类似即种的方式啦，比如讲我来甲 KKTix 开一场，吼开一场了，因为旧年阮咧演的时候，阮是一张票200嘛。
在我即摆想到的差不多都是像伊安尼的方式，咱若时间按落来了，有一个咱线顶的特映会，阮就甲 KKTix 遮个连接，分享互咱要参与的遮个朋友，比如票价、票房啥物，咱会当用差不多类似安尼的方式。但因为我即摆也毋敢讲，就是因为我其实毋知影讲，就是 KKTix 伊遐有几要几张票，才有法度开一张。这我即摆也无了解，但是我会较 prefer 建议讲用咱即种的方式。这阮嘛真愿意，就是讲咱看完了，咱随来线顶大家来讨论，这嘛真新鲜，这嘛真趣味，这拢是我感觉真好嘛，真感谢的一个建议安尼。嘿。所以即摆就是两种方式嘛，一种就是讲你一定爱买票才会当来看嘛，敢有一种形式就是讲，我遮个社团几个社团了，算做讲包场，就是固定讲一场偌济钱，剩的就是怎开放，互大家有趣味来看。我感觉会使我感觉会使无咱搁私下搁联络看。好啊，是就是讲，梁老师，你甲阮讲，比如讲有一个窗口，我就请阮内部研究一个做法，来甲大家对，这个对拢无问题，嘛真感谢。对，因为咱这迄个专美会会长毋知伫遮无迄个搁妇女会嘛是一种管道所以呢，大家搁咱即个世界台语文化论坛台湾文化论坛，咱来招的看会当有偌济过年伫遮较顶下，你会当来讲有野手所以看有法度安尼，大家看是安尼来做一个线顶的演出了，搁请这个创作者大家来分享来讨论一下，我看应该会真趣味啦好，安尼我时间我就问到遮，安尼安尼即个是真有意义啦，因为若进入商业机制啦，会当外来表示台湾对台语戏剧的迄种接受度，也是讲台语的文化的接受度是有够的嘛，即迄个市场有够大。安尼其实会吸引过来愈来愈侪人来投入即地安尼啦，无咱讲破爱做袂当做永久的啦，就是破爱做会当一开始先罔做，但是袂当做永久，所以即个物件介重要，介重要安尼其实阮剧团的成功嘛，代表讲咱台湾可包括拄迄个英语啦，迄个讲的迄个台湾bar嘛，因会当成功啦，表示讲台湾的即个台语其实已经慢慢定根落去，因为伊表示已经有一大群人是接受即个文化，而且愿意金钱来支持即个物件呢。所以未来就互相联络啦，希望讲会当促成这种线顶的演出。好，刷落来，咱就甲时间咧交互迄个吴医师啦，迄个陈瑞老师吴医师请吴医师就是可能伫就艺术方面，因为是一个先拜迄个文学家啦，伫艺术的方面也是怎么来做一寡讨论。好，来吴医师请。多谢内容伤济足精彩煞毋知要为倒讲起，实足精彩我足感动的，因为迄个阮剧团的发展拄甲30外当前，咱伫开始台语文运动的时阵迄个基态拄好伫阮剧团拄好安尼看会出来为做计算救护车即个乡土小说其实迄是我常常咧讲，计算救护车甲迄个宋德来即个拍武南村，虽然是中文写的，但是伊的中文拢甲拆破透台语的即个口味入去伊迄其实是台语文学的即个先声啦，咱叫做先声大声出来的声啦阮剧团会当即出安尼演做舞台剧为遮开始一直发展到就讲马贝热人行面遮国际戏剧出来这就是
我相信咱台湾艺术文学种即个发展的规个路程啦，哦，所以即点看起我实在足感动的，哦，我希望咱台湾文学会当对你阮艺团即个发展的路一直发展落，哦，这是一点啦，吼。啊，第二点吼，就是讲即个戏剧的内容吼，还是文学的内容。戏剧啦，咱来讲戏剧吼。拄则梁公兄有讲，即个有讲到即个厝边隔壁啦吼，有鱼无喙的吼。啊，伊讲了就对啦。咱即个30年后来看即出戏吼，迄个感受会完全无相吼。啊，其实迄阵写即两出戏吼，其实目的毋是要演戏啦，是要宣传啦。哦，所以迄是宣传剧啦，要宣传台语的即个处境哦，啊，甲咱的希望安尼吼，是安尼。所以即款的物件吼，当然对即个政治背景、社会嘅背景会改变。啊，我感觉戏剧可能甲文学有一个足共的所在，就是讲吼，伊上会当当上久的，应当是描写人性，哦，这个方面。所以我看阮剧团遮演的遮物件吼，伊足重上主要部分就是咧描写人性。啊！你个看莎士比亚，会当遮久，就是讲，哦，即个300年后，共款迄出戏来看，咱感受拢共款，哦，这是我一个感想啦，吼。啊，有两个问题啦，吼。第一就是我要请教团长吼，因即个演员手头这个卡本吼。迄个文字是毋是全汉字？哦，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讲，经过19档、18档的即个经验吼，即个观众对恁戏剧的演出吼，照你的观察啦，有啥物款的改变？因为19档来，咱台湾语言环境已经变足侪去啊。啊，要请教恁这两个问题。好，感谢吴医师的迄个对谈啦。安尼，咱是毋是上来啊？迄个赵谦团长回应一下？啊，是，感谢老师。我甲老师拄则讲到人性这个部分，我非常的认同吼。其实这是阮咧做戏出来底，我感觉足宝贵、足重要的，爱坚持的一个方向安尼。啊，我先回答个，就是讲第二个问题，我先为第二个来，就是这十几年来，我觉真趣味一个部分吼，我会当参大家分享就是，其实啊，阮差不多开始做热天下面，迄是2013年迄时，吼，阮咧做，阮干那伫咧，阮嘛干那有资源伫咧家己做啦，吼啊，一般都是伫咧家己吼演台语，所以家己诶吼讲啊，迄种乡亲父老大家看有。其实迄个时阵吼，阮阁无啥敢去大都市演，吼，遮自信较无较够。但是吼，我感觉介趣味就是差不多发展到这1-2年、两三年哦。其实咱台湾这几年啊，本土的文化认同，尤其伫咧较少年的即辈吼，即代，迄个认同感是成长足多。啊，你会当讲就是家己本土文化的觉醒嘛，吼，而且这几年因为真侪先辈咧坚持，就是咱家己的。重新来建立咱的台湾历史，也是重新来建立咱的本土艺术的这个讲法。其实我感觉这个运动渐渐啊有推散出来，所以变做讲即马大家若是要来甲阮邀请，阮想共同制作的是一寡邀请，颠倒是尤其台北啊是大都市的，伊邀请就是讲伊要做台语，伊要想着阮。
所以交这10年前是完全无共。10年前是阮要去台北的时候，我阁无啥敢讲台语啊。吼，即马变做讲就是吼，大家要找阮的时候，伊就讲啊，你一定要讲台语哦，因为大家都是要来听恁的台语安尼。所以我感觉真好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差别其实是非常大的。哦，嘛是，我感觉这是一个，而且迄是真明显伫咧咱台湾吼感受会出来。哦，你能感受到像咱即马有时阵一寡跨界的合作啊，吼，你找较比较流行的音乐啊，吼，愈来愈侪少年的母音乐的因为意识要用台语来创作，吼，啊是讲电影啊、影像啊，即我感觉本土的这个比例其实是愈来愈悬的，吼，所以当然咧讲的吼，咧讲的少年辈即马咱的挑战依然是足大的，但是即马大家的这个认同其实是渐渐我感觉有迄落。较进前的，你讲讲台语就是较无文化即种的偏见吼，已经是毋是迄个时代啊。哎，即马大家是已经观念，我感觉是拢有正正确的安尼。嘿，第一个问题，想袂记哩，拄第一个问题是迄个卡本的文字。嘿，阮即马基本上吼，就是阮即马内底的卡本吼，阮是用教育部正字，这嘛算汉字嘛？我嘛毋知，阮是叫正字啦，所以阮即马就是讲，一般来讲是正字，但是台落吼，咱的演员嘛爱会当看，会晓写，嘿，但是阮即马就是基本上先对教育部才会来做，所以有时阵咱的文字爱记录嘛，咱有一寡file嘛，咱基本上是用正字安尼，嘿，大概是安尼。我问这个问题，就是拄则牵涉到舞台顶迄个腔口的问题。是因为你若拢用汉字吼，迄个腔口你写袂出来，所以若有兼即个用即个罗马字落去吼，即个腔口无共角色的腔口拢会当写出来，演鹿港的人，迄个腔口即个演台北的腔口，迄拢会当伫卡本会当写出来。是，我就是安尼，我才会问这个问题。是。好，安尼，恁老师，因为阮台语老师，就是咱家迄个阮剧团的台语顾问啊，我就想讲，就是应该是欧恁老师来回应这个问题。来，欧恁老师，请。陈老师，各位前辈报告一下吼，就是吼，伫咧含演员咧做这个工作的时阵吼。当然，多数吼，伊一开始迄个编剧出来的时阵吼，拢是用汉字来书写。毋过阵啊，伫咧戏出内底，咱有讲到拄啊，像信涵老师咧讲到讲迄个腔口的问题，也是讲拄啊，迄个陈老师咧讲到腔口的问题吼，就迄个部分会落去强调讲你即马腔的时阵，所以即字的发音、迄字的发音，爱落去甲加好调。伫咧我含演员工作的部分内底吼，我会甲因建立一个想法，就是迄个家族唱，所以就是迄个腔口吼，原则上就是爱对好调咧，迄个对好调咧时阵吼，伫咧实际迄个工作实务内底吼，我无一定吼是叫时大落去掠迄个时势的腔哦，因为吼咧工作的时阵吼，足特殊的所在就是。无的确是少年的台语较无好，所以伫迄条线内底看，遮是对一个台语较准，怎啊掠迄个为主。因为我无法度讲逐场咧排的时阵逐场到，但是演员咧排戏的时阵吼，因逐场拢会到，所以掠迄个起面做主。即摆伊落去听，含伊无共款的腔，伊就会落去洋啊，毋对，即个毋对，即个毋对安尼原则上吼，毋敢讲拢掠会准啦，但是吼。迄个线牵较会调安尼，这是到眼前我的迄个工作经验的报告安尼，感谢。多谢。好，迄个外师你要讲话，你要回应吼，来，请。无啦吼，我下个说明，好，安尼啊吼，迄个。调侃团长说明一下，我来说明一下，教育部即摆公布其实有2套啦，罗马字甲汉字拢有公布，所以即2套拢是教育部公布的版本安尼吼。是。
罗马字佫有另外一套迄个白话字是迄个啥，即马教育部带到的基础了对啦吼，啊佫较有历史安尼吼，啊毋过无要紧，这后续再佫讲啦吼，咱今仔日啦吼，是真感谢他两位对谈人的即个对谈嘛吼，啊甲调遣馆长啊含我哋老师的回应，啊咱接落来时间啊吼，咱就要来开放大家自由发言啦吼，啊但我想讲啊吼，因为进前啊吼，即个惠娜姐啊吼，惠娜姐啊，伊有甲我做伙去看迄个计装救护车啦吼，啊伊进前嘛伫报纸吼，太平洋时报有写即个有关的专栏安尼吼，啊所以是毋是啊吼，咱伫即个观众自由讨论的一开始啊吼，咱先请惠娜姐也来回应一下啦吼，啊等下我先讲一下，咱观众讨论的时间为着互佫较侪人有参与讨论的机会啦，咱一人讲3分钟为限啦，好无？吼啊拜托大家，来咱请惠娜姐啊。多谢何老师。我顶个去即个，咱像有在看吼。你是毋是有开2个小号？我甲即个关起来。嘿。安尼较好势吗？较好势。有安尼较好势，先关一个调着。吼，安尼，敢会使？3分钟。嘛是有回音咧，你是毋是有开2个小号？无要紧，安尼惠娜姐啊，你先慢慢来用，咱先请刷落来有啥物人要发言，咱先请后一位发言，好无？要发言先会当举手啦，举手安尼才看会着你嘿，看会着要啥物人发言，好无？有要发言的无？有要讨论的无？会当举手。我有看到赖清吼，伊可能敢是法国的赖清，啊是迄个河粉拢有举手，啊惠娜嘛转来啊。我即摆敢有较好势？即摆较好势，嘿。我是干那要分享讲，迄届是一个真好的经验吼。啊，我感觉讲咱的表演的艺术已经有国际的迄个水准。迄个艺体原来是真有水准，啊，真感谢。我转来了写的迄篇专访，嘛得到真侪的回响。所以搁再一项是，我知影讲王团长，恁甲真侪的团员，其实拢是为迄个，譬如讲眷村出来啦吼，还是讲伊的家庭的语言毋是台语，但是因真努力去学习台语，所以若讲要推动台语吼，实在是一种意志。你若有迄个意志力，要去学，就会当做成。安尼足感谢，多谢。好，感谢惠娜姐的分享啦，吼，迄个赵谦兄，你有要回应无？还是要等大家问题问了，你才做回应？好啊，无大家做伙好啊，我真感谢惠娜老师，谢谢。好，安尼咱请迄个李新姐啊，来，迄个。大家好，我是住伫法国的创作者李青吼。我其实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像拄单瑞老师讲的，讲迄个剧本。因为我看恁的 SOP 是拢先对中文的迄个剧本，过甲佫甲写做台文。若讲因为恁的虽然讲当然内底即马较侪少年人有诶无办法直接写台文，毋管是汉字的还是罗马字，敢有可能豆豆训练了后，有人直接就使开始就用台语去写伊的剧本？第二个问题是要请问，就是因为我去看迄个鸡屎镇，伫台南的鸡屎镇，因的舞蹈剧团的时阵，迄是伫台南的庄卡。毋过我边仔迄个囡仔吼，其实因拢因为可能有舞蹈的迄个场面，佫足趣味的，所以讲其实有唱歌跳舞所以讲迄囡仔其实因有留落来，毋过因拢爱需要迄边仔迄个爸爸妈妈，也是阿公阿嬷甲翻译。所以我毋知讲恁咧。因为我是伫台南的庄卡看即出戏，结果边仔囡仔其实介侪囡仔拢需要翻译，毋过我嘛真欢喜因有留落来看，所以我想讲，毋知恁咧搬戏剧的时阵，
敢有拄着安尼问题？当然这毋是剧团会使解决的，因为这是台湾的全体的一个语言的环境。毋过伫台南的庄卡看到讲，迄细汉囡仔其实练台语的表演，其实拢需要翻译，其实有这是一个现实啦，这是我家己的观察。多谢，多谢。安尼迄个啥，咱先互大家问一下啦，吼，咱三个人以后才做回应，好无？安尼刷落来是迄个秀班姐啊，你头仔讲佫有啥？和 Josephine， 嘿，怪 DB 了，他请伊回应 DB 林教授，嘿，何芬。好，来，请。好，嘿，我是黄何芬哈，迄个高雄人，来美国44年哈，所以和台湾有一点脱节，今仔听到即个阮剧团吼，即个迄个主办人安尼介绍吼，非常的感动吼，直直咧流目屎吼，感觉讲台湾的文化吼，有恁的帮衬吼，甲何老师遮逐个迄个。感觉讲做有希望的吼，互我感觉一个真大的鼓励。因为我伫美国做即个迄个台湾传统酒做召集人已经做14年啊。即边参加遮个节目吼，就是咱遮台湾文化营节目，互我一个正大的迄个线路，感觉讲安尼咱也要甲即个台湾的文化继续来传落来吼。上无我知影讲安怎去找啥物人来帮衬，吼，即个国外吼，遮美国遮逐个人会对即个台湾文化吼愈看重愈会当保留吼。我是感觉讲即个阮剧团即个名吼，号了有够好诶吼，足亲切诶啦。这毋知啥物人想出来吼，足好诶。而且佫会当甲迄个仲夏夜之门吼，改做迄个热天寒眠吼。我听了实在足舒服诶吼。迄个请着迄个主办人来讲介绍讲较会好遮好诶名，多谢。讲啥咱好名好遮好怪，我想最后一个问题了，请迄个刘谦团友，迄个最后迄个林碧碧教授来请。OK， 好，多谢吼。我碧碧我有两个问题想要请教团长吼。一个就是讲，因为恁即个学员入学费佮训练两三档安尼吼，我是爱知影讲。你对去吼是咧学台语甲学即个要安怎表演即方面吼，规个即个剧个要排出吼，即有几若个展出几若个方面吼，所以恁的即个训练的课程吼，敢有敢若讲像即个编剧啦，种种的即无上阶段嘛有即款的课程咧学，还是讲完全纯粹是敢若咧表演的即方面。即个课学程吼，这是我头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想要请教就是讲，即个恁会要选剧吼，你即个 SOP 内底，是啥物款的？安怎决定？有几个人参与来选定讲要搬倒一剧安尼是？吼，即款的决策权是 involve 偌侪人安尼。OK， 安尼来领 ，OK， 多谢你。好，感谢。咱我就请迄个调遣团长做回应，好无？好，多谢。首先，迄个汉文这个部分其实确实是安尼啦吼，就是讲咱的演员因爱学习嘛，但其实咱嘛咧想办法，就是学恁老师咧带领伊，大概即马是看有，佫会晓写，即马就是咱的编剧伊嘛尽量就是讲，伊咧写的时阵，就是有法度用咱的台文来写，但是当然这挑战是介大，因为过去可能大家30几年来迄个习惯未建立所以爱豆来调。确实阮即马是有豆咧调整吼，但是嘛坦白讲是。有完搁伫咧即个学习的路上啦，还未讲足完整的吼，请大家多多包涵。嘛，确实讲即马有你讲台语的文化吼，伫咧较少年即辈，虽然讲大家认同是豆建立，但是确实咱
环境的迄个流失吼，这个挑战真正是介大。吼，就像以咱中南部来讲，即马可能吼，大家你讲你看电视啊，咧用手机啊，即马你接受到的媒体内底，因为拢是华文较侪嘛，吼，所以台文的环境啊，台语的环境，确实这个挑战是真大。吼，这个问题确实坦白讲，我嘛感觉这是一个真大的挑战。嘿，就算讲伫咱中南部嘛是安尼。吼，啊，再来就是咱的团名，其实就是迄个时阵，咱差不多10几岁迄个时阵，大家做伙讨论出来的，吼，但是迄个时阵感觉安尼，就是讲阮较有家己的一种做伙的感觉啊，吼，而且迄个时阵嘛感觉讲，因为咱伫咧南部嘛，所以用台语来合做团名嘛介重要，大家拢介认同，所以这算讲是咱大家做伙讨论出来，吼，到最后一个就是讲要安怎决策？其实主要是我啦，因为我算是艺术总监嘛，吼，所以主要咱要有啥物合作啊，吼，也是有啥物主要都是有时阵一寡机缘吼，也是讲有拄到啥物好的题目，吼，我都会提出伫咧会议来遮讨论，吼，所以咧做决定的部分主要是我为主，但是阮有一个创作组，创作组，来例行来开会，所以差不多每季固定开会一个戏要成，可能1年2年进大家都会开始来 focus， 甲这个案来甲成立安尼，好，大概的过程是安尼，好，简单分享，好，谢谢。感谢赵谦团长的回应啦吼，所以来咱请这个赞成老师李赞成李老师来。我拄仔看即个阮艺艺上阮阮剧团啦感觉讲真欢喜真亲切咧，看到希望啦我是要甲欧仁老师建议你写剧本的时阵，你伫念的时阵会当看迄个汉字甲罗马字凑难因为拄仔。陈瑞老师讲有腔口的差，搁咱台语有真水一个轻声，这是别个语言无，咱有一个轻声，迄个轻声会甲即个语言讲搁较水啦这一点小小建议。另外我有一个咱伫1940年代有一个足出名的戏，这是张文权改编的剧本，叫做。严家啦这是轰动台湾的一出戏啦是毋是会使甲严家即个戏摕起来，咱现在起来搬你也会使搁改编一个啥即类的这是我足期待一项代志安尼以上。感谢赞成老师，来咱请迄个老台瑞士台语社的迄个，是不是阿关伫遮对吧？来请。好，王团长你好，我是瑞士台语社的阿关。我较早伫台北的时阵，我嘛是看戏，专门咧看戏，四过咧看。我最喜欢看舞台剧。毋过真可惜，就是我来瑞士进前，我拢无机会看过恁的节目。较拄我敢若看你放的迄影片，我就感觉我最想要看恁的戏。所以，临港若有机会转去台湾，我最想要去看嘿。若讲会当有线顶的，安尼嘛是真好。我想要讲的一件代志，就是讲，毋知你敢有看过陈瑞老师一个最重要的作品，叫做《乡事簿记》。这本册，伊是咧讲，迄个咱平埔族西拉雅的族群，伊是安怎消失去的，嘿，消失去到咱家己拢毋知影，可能其实咱有平埔族的系统，毋过咱拢毋知。我较早是想着讲，其实家己嘛是有平埔族，假使若会当把遮个故事找出来，去来搬出来，安尼可能嘛是真有意义的一件代志。若有机会，我推荐你看陈瑞老师这本《乡事簿记》，反正咱会当个去找找讲，咱伫家己遮过去，咱平埔族的祖先啦吼。因的故事安尼，多谢。阿关啦吼，安尼是毋是来请迄个团长是回应一下安尼？好，多谢。
嘿啊，若有机会，我感觉因为民雄，阮遮较早我知影北部这边诶，我嘛有读过一寡资料啦，嘿啊，所以有机会诶话，阮过来了解研究一下，嘿啊，因为即马歹势因为代志足多啊，所以这个部分讲坦白研究较无遐深吼。啊，过去其实阮有了解讲，这过去北部也好，也是你讲啊，咱台湾内底客家族群啊，种泉遮，其实像阮伫民雄遮都足多啊，嘿啊。阮这边会过来做一寡功课，嘿，谢谢。好，感谢。啊，其他诶朋友，咱今仔日来伫遮诶吼，有人要发言无？会当举手。信涵老师头久啊，迄个中间遐讲要拜托迄个专美会会长桂林小可回应一下，敢会当拜托桂林？来，桂林姐啊，请。桂林姐啊，你敢有伫遮？在开麦克，我在开，嘿，歹势。信涵老师，迄个各位王团长你好吼，真感谢今仔日有即个机会会当来听到遮个台湾的新生代遮尔努力，遮尔主要是我感觉互我上感动的是讲吼，毋是干那恁的努力，是迄个社会有反应，社会愿意来接受。会当来做即个商业化来演出吼，所以即个前途吼，互人感觉足有希望的安尼。啊，拄仔咱有讨论到讲伫线顶的情形吼，线顶的情形，我毋知影讲迄个团长恁过去的节目吼，是偌久以上恁才有要推出伫个线顶，互大家看。因为线顶有一个问题，就是讲看的人咱毋知影伊会去录影袂。啊，录影了后，就对即个版权的问题，或者是讲对即个作品的新鲜感，都会产生讲有的人就后摆就拢爱去买票来去剧场来看。虽然讲迄个现代迄个临场的感觉，甲看网络也是有真大的差别啦吼。但是现实来讲，对票房也是有一寡的影响。所以我毋知影恁的角度是看法是安怎安尼。啊，像讲即马迄个金马奖就是得奖的迄个时代革命迄部迄个纪录片啊，嘿，因即马在推测就是讲因无要先做线顶的播出，因要先伫个实体顶头，互大家拢会当看一轮了，或者讲大家拢较知影以后，因再要来做线顶的演出。啊，所以我是来请教讲团长讲，你对即个方面，敢有即个方面的顾虑啦，吼？啊，若是讲无。当然是，我毋知影讲恁的看法是安怎。啊，如果阮在海外，就是讲一定需要用线顶，啊，是毋是有其他较旧的作品吼？恁甲会使，可能是即个方向来做，是毋是较好安尼？多谢。好，安尼请团长，嘿。好，谢谢。因为基本上吼，阮家己嘛咧发展即个部分啦，因为要一个团小小啊，所以无坦白讲，一寡面上无法度顾虑到遮侪啦吼。那其实你会去面对着线顶的问题，嘛是因为这2年 COVID-19， 咱无法度出来遮开始吼来，所以其实阮这个部分的经验，其实坦白讲，有缘足少。那歹势，我查某囝咧用嘿，就是我有一个建议，就是讲我拄则有传一个连结吼，这是阮平常是阮咧经营的一个 podcast 哦，这个 podcast 就是基本上伊参你现场看有差别，但是伊阁有剧团的一个特色，所以若是讲大家伫咧海外吼，平常时无一定有看阮剧团的作品，嘛真鼓励大家吼会当来听阮的 podcast， 阮是逐礼拜拢会更新啦吼，所以这是一个。啊，另外就是讲，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讲，伊参现场的演出一定要有差别吼，就是现场，因为阮现场就是卖票嘛，吼。啊，但网络这都是吼，就亲像咱即马咧讲音乐，即马较早咧卖 CD， 即马拢是串流音乐，拢无啥物钱啊。哦，但是你若有法度订阅率高，你就卖演唱会安尼，所以就是这2件代志，伊要有伊的差别去互创造出来，伊绝对袂当讲这2个物件舞出来拢
洗澡相像，安尼就会有问题。所以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讲，线顶是一定爱行的，但是你推销你的物件，一定爱参你现场的，诶产品，我用产品来形容啦，伊一定爱有伊的无共安尼。嘿，大概是我个人的一寡看法安尼。好，谢谢。感谢。补充问一个问题，就是讲有关这个 podcast 吼，我真爱听恁的 podcast。请教讲即马 podcast 流行的这个中间吼，对恁来讲，这个商业的这个获利的情形有啥物帮助无？就是讲做这个 podcast 除了宣传以外，敢有实际上的迄个。即马坦白讲，阮这个节目的重点毋是伫咧商业上，当然伊有开放岛内，但是伊基本上伊较大的目的是咧交朋友，因为逐礼拜阮即马出来都是4000个听众朋友会听完嘛，但是这4000个对阮来讲都非常重要，因为阮一场现代舞台剧的演出可能伫咧台北一个大戏，就是6000张票咧卖嘛，这是差不多一年差不多2届，为着这2届6000张，阮都爱开这个费啦。但是你用 Podcast 就是用最 easy 的方式，伊就会当累积差不多4000个熟悉咱的朋友，所以伊较大的任务就是交陪啦，就是推送就是用较简单的方式，互较侪人会当了解知影阮剧团伊的功能基本上暂时是安尼，所以伊也无遐紧都有刻意获利，因为你爱获利。你一定要冲到足头前啊！迄下是足侪资源的，现即马即个阶段，阮认为讲，这可能是较大的重点。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开放最后一位啦，这个就是迄个美玲姐啊，你来发言一下。嘿，我刚才要甲你请教讲你的 podcast 好做啥物名？即声好啊！我拄则有带连结，阮的 podcast 叫即声好啊，我拄则有传连结。用汉语下就会使吗？嘿，我拄则有传连结，老师你会当。伊迄个开讲的所在，你会当去看卖。迄个美玲，我寄互你啦，嘿，我甲伊的 link 寄互你，即声好啊，嘿。好，谢谢。安尼啊就是咱今仔日就非常感谢这个调캠团长来甲咱分享阮剧团啦遮精彩的这个演出，我相信大家拢收获真侪。嘛感谢这个梁光兄甲吴医师2位对谈人啦遮精彩的无共角度的对谈甲来所有来参与的观众。咱是毋是最后的时间咱请梁光兄小解一下后续咱这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后几礼拜的这个行程，敢好？是讲更有兴趣的来听。梁光兄，你无开麦克？咱有一寡新朋友入来啦所以我是爱鼓励讲，因为咱有要大家要连接咱应该尽量鼓励咱来迄个 Facebook 的迄个 group 是咧我分享唔对去，尽量来迄个 Facebook 迄个叫做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咱加做朋友，我会甲你加入去一个 Messenger 的即个 group 内面，所以像讲拄则迄个 podcast 的主旨，咱就会当去搭看，咱就免搁等即搭搁问一遍所以较拜托恁讲，恁若有用 Facebook 的人来加入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好，我即摆来share讲我即个要